来，另外上尾啊一个部分，迄个大气的成分吼，大气的主成分，恁理化学学过啊，咱复习一下就好。来 ，Number one， 降第一顺序是对一种哪一种气体？氮气，对不对？好，Number two 嘞？上手。氧气。Number three， 多氢气体嘛，氧气嘛。这三种叫做固定的成分。为什么它们叫固定成分？因为它们占很多。你要让它们改变比例，你要很大的量。后面那些微量的为什么要变动成分？也一样的道理啊。因为少啊，少你若要改变伊的比例，小可变一下量，它比例就上下的剧烈。好，所以下骹就是变动成分哦。啊啦，讲到空气污染 （air pollution）， 哦，这足重要，因为咱大家拢爱喘气，啊，尤其我来讲一个上重要的物件，叫做 PM 2.5。像那些物件足重要，因为伊挡袂掉。你的鼻啊，你的鼻根挡不住它，你吸进来，你的长驱直入，进到你的肺泡，进到你的血液。伊是啥物物件？唔知，啥物拢有可能。一般来讲，伊工厂排出来，工厂排出来的足侪是啥物？重金属。你讲重金属好听的 heavy metal 的，摇滚哦，无啦吼，这重金属是周期表内底的重金属，所以是啥物件？啥物汞啦、锌啦、镉啦、铅啦，这个物件通无伫咧对，你通无伫咧伊的体内堆积，你吸多少它就累积。你现在没有试哦。每个人耐受量不一样哦，它累积5年、10年、20年，你排不出来哦。总有一天，你可能就生病了，到达你的耐受剂量。好，所以这你要要注意。你也让去环保署的网站下载环境即时通，或是有一种空气盒子，它就专门侦测即时的 PM 2.5。所以你若遇到 PM 2.5，空气污染严重，你不要去外面跑跑跳跳啊！你如果到外面运动跑操场，那更严重，因为你运动的时候，你的呼吸会增加，你的吸收更多，所以你要处理运动禁忌，你来看一下，这个即摆空气安怎？这美发有一种咱。迄个汽机车排出来硫化物啦，硫化物到上空会变成什么？酸雨嘛，酸雨掉下来，酸雨掉到土地上，它就怎么样？土地就长不出作物嘛。酸雨掉到你的头上，你的头上也一样长不出作物嘛。你有变秃头嘛？就变成秃头嘛。所以这空气品质对咱足重要的，足重要。好，再来咱来讲三支的天气现象来，我问来，咱的空气的成分内底有一个成分对天气的影响最大。Please answer me. Use English. What is this? Garbage. Say again. Garbag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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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sh. 提示：空气中变动成分可能变动最剧烈的一种成分。H2O. Yes, water.
哎，你不是讲 water 哦？ H2O。是 H2O 啦 ，water。H2O 英语我就袂问你啦，H2O 英语我嘛袂晓讲。好。就 H2O 啊，我嘞。哦。你也要讲元素符号，那个。啊，那 H2O 会带入来吗 ？H 啊，以后回答这种，以后回答日常英语好不好？不要用元素回答。技能啥？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。water 会变做啥？空气。Water boiling down. O2 is boiling water. Boiling water. Boiling water. We call what? Boiling water. 水啊，水蒸啊，水气啊，水蒸气。没有，就是蒸气。水气啊，无咧。含水气去到天顶，会变做啥？文。好。Cloud, yes. 啊 ，cloud 落落来会变啥 ？Rain，对啊。好，韩国的大明星嘛，对不？谁啊 ？Rain 嘛。就是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像啊，哪根葱啊？没有嘛，不是有一个，还是在过气了。夏金葱。基本上是黑毛猪的时代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这妈又很好读书了。来。为什么在地面的空气，我们看不出它是云雾，可是到高空就会变成雨？来，有要回答吗？后面的。冷却。可以讲中文。哎。不能回答，可以用中文。这个我没有叫你讲英文啊，这个太困难了。以下是气态，看不到，然后上去会变液态。Very good. 你会看到。可以挑吗？你有意见吗？没有。你是对我有意见吗？你会看到那个，就是小水滴嘛，你学到嘛？好，那我就追根究底的问，为什么它会变液态？你让它变成液态，看到为什么地面不会变液态，高空会变液态 ？It is 压力压力。因为变冷水。有一个你们理化学过的名词，叫做溶解度。第几个？在这边，空气是溶剂，水蒸气是溶质。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水蒸气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气体，你就看不到，你看不到它还是存在啊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，同学之间关系很密切啊。因为这些水蒸气哪里来的？你们身上汗水蒸发的啊。所以大家都混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对不对？混在这个空间里面，你呼吸的时候就会怎么样？交换气体。你们随时都在做液体交换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听了听天都他夺门而出，不敢待在教室里面的。来，为什么你看不到它的水蒸气溶在里面，就好像糖跟盐溶在水里面，对不对？你就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它的量低于它的溶解度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会高于？什么时候会？什么东西会影响溶解度？温度。压力。Temperature. Pressure. OK. 但是压力对那个气体的影响比较多。从二氧化碳溶在汽水里面，它会随压力改变，但压力对液体跟固体影响比较少。温度是全面的影响。所以呢，那这一大团空气升到高空会发生什么事？变量。来，第一个，高空的 pressure 压力是比较低。是啊。pressure down，
可以的大量的话呢，它的体积也很好，变大，压力降低，体积就怎么样？对，膨胀。根据热学的效应，当压力降低、体积膨胀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变大，变低，下降。温度下降会导致溶解度降低，溶解度降低，所以原本它可以溶这么多水蒸气的，它的水蒸气的量没有变哦，可是它就怎么样？你都入镜了。你在拍哦？按镜头也在拍哦？对啊，我上课要拍啊。是哦。哎呀，所以你互动良好。要死我！要给你签那个授权书。不用签啊。不用哈，直接告。都听到录下去了哦，免费授权哦。好，你们要到时候跟我拿那个影像的版权啊。没有了哈，没有一次点阅1毛钱，1毛钱的哈。不用。不用，我又没有跟人家收钱，我没有跟人家抖内，你干嘛跟人收钱啊？我还搞别列你哦。我去洗耶。这个人去洗订阅，去洗订阅，一个订阅1毛钱，那还要办账号吗？无啦，我你的互动啊，表演要做好啊，搞不好，咱点阅率会升。你帮我分你，然后我变网红，然后你帮谁分你吗？到时我就退休，我就靠这个，好啦，卖。好啊，价钱莫想要有诶无诶啦，吼。电商。较实在啦，莫逐工伫遐买乐透，伫遐想讲做头奖，吼，乖乖啊趁钱啊。没认错。大家小小的。来，溶解度下降，溶解度下降之后呢，它就过饱和了，过饱和溶脂是不会吸出来，所以就云就形成了。专心呐。我去。来，你起来，我去做主干。希望让给主干。所以我们会听到哈，如果空气上升的越剧烈，云是不是就越大？越厚越大？这种空气上升的剧烈有一个名词，你讲离气象报告听下点。好，叫做啥？对流旺盛，有没有听过？哇！对流旺盛会发生什么事？风很大。我们雷阵雨也发生在对流旺盛，有时候下冰雹也是发生在对流旺盛。有下，台湾有下过，比较少，但是某些地方就是讲过对流旺盛的时候，水滴结成冰，然后它又因为空气上升很旺盛，它被重复抬上去，它的冰就越结越厚，最后它太重了，空气再也抬不上去了，它就砸下来，这就是冰雹的成因。它超过一定的重量，不然你想想看，它如果很小颗的话，它空气的摩擦掉到一半，它就融化成水了。对不对？它怎么会变成冰块掉下来？一定是够大颗，它融不完，掉到地面还是冰块。啊，高空它可能0度以下，所以它在云层里面它可能就是冰啊。可是大部分下雨的时候，它这样半路就溶解了啊，所以它就变水了啊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国外有龙卷风，其实我们这里也看得到，只是我们没有那种很大小的小龙卷风。国外有那种很大型龙卷风，你电影里面看过，美国的。中部有那个龙卷风走啦，它那3不5都有龙卷风。哎呀，足可怜嘞！你在厝吼，你在厝里那种地下室，你现在地下室吼，拢差不多做凉席，因为因龙卷风架来时阵吼，因全部地下室边地下室顶挂一个铁挂，藏去藏落听顶挂伫遐，吼底下会较食物件，伫遐等。等到无声的时阵吼，屁股拍开一看，哦，好亮哦，因为房子不见了，房子人被吹走了哦，所以他们的房子都不用盖得太坚固，凊彩天气也个好啊，认为当时要搁吹走唔知，
啊，免去想用，啊，定先要用它速洗的，就是安尼。为什么要直接盖地下室就好？啊，直接盖住地下室就好了。到底住地下室就好。笨蛋。直接住地下室哦，不行啊，太潮湿了啊，有时候也要上来看看阳光啊，没有阳光，你们当病鼠会生病的呢，厨师机，对不对？放除湿机，一个地下室放3台。所以，包括人，我们很多因为环境适应力是很强的啊。好，你又住在那龙卷风走廊，你就要适应。龙卷风也是，还有我们之后会提到的封面来袭。好，第二名然后那也是对流，造成对流旺盛。好，所以来看第二7十八、77样，咱讲雨有3种，第一种是我这啊对流雨，来个是用地形雨，咱来看一个山呢，啊你若风几只吹过来，受到这个地形 rise up 抬升。跟这个一样，这是因为温度抬升的，这是因为地形让这个空气抬升，所以这一面就怎么样？就下雨了。然后水汽都下完之后，这个山翻山越岭过去再下来的时候，没有雨了。嘿，很干燥，所以呢，台东要有所谓的焚风，就是这样子，下去的时候很干燥，而且温度很高。所以导致吹过的草原森林，有人现在退休了，好，会造成这，这个迎风面，咱等下后边讲的季风，那个基隆一带为什么常下雨？东北季风的迎风面，可是翻山越岭过中央山脉，咱到咱南部落来时阵，雨拢落了了啊，拢无水汽啊，所以到南部，我们南部的冬天就雨量就很少。就很干燥，而且冬天又没有什么台风梅雨，所以我们南部冬天就会一直常缺水。后边这个封面，这个封面这个我们之后再讲，因为我们还没讲到封面。好，下一个我们再来风，wind 空气的流动。air brought 变成风，你要有概念，咱有过迄个 pressure 嘛，气压，咱有所谓 high pressure 高气压 ，low pressure 低气压，气压是什么造成的？气压哪来？空气的什么？压力。开玩笑。什么会造成压力？不要自己干掉。你想要对你口卡的感受你的压力。重量。Yes， 空气的重量造成压力。Very good。空气的重量造成压力，所以气压也是空气的重量造成，所以有所谓高压、低压。我再总结做重要的问题，讲到这个 wind rate 风向，来 ，Let me ask you， wind rate mean where come from or where go to? Where comes from? Come from。听我，风向是指风来的方向，还是风往哪里去？我们说东风，孔明借东风是指风从东边来，还是风吹到东边去？东港。东港啊。赶快来讲啊！ Where it come from？ 来的方向叫风向，好，不是 go to。所以呢，咱的风流向来流，你三只球，咱若有山吼，有高的低的，这颗球会从高的滚到低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风也一样，空气的流动也一样。 它也是从高的滚到低的，记得哦，
它也是从高，所以你在气象图看到那种所谓等压线有没有？那它有高压中心、低压中心，那风就是从高的往低的跑。如果那个等压线越密，你那个等高线地理上的等高线越密的话，代表什么意思？风如塔。地势越陡，对不对？地势越陡嘛，越疏就是地势平缓嘛。所以等压线也一样哦。你等压线越密的地方，你的风速就会越强，因为代表它滚得越快，它移动得越快。来，还有一个哦，我们被喊出来。好了，我给你们一个回家作业。风有漩涡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水也有漩涡？你那个脸盆的水，洗手台塞子拔起来，它是不是会有漩涡？它不是直流进去嘛？你有注意过，那个漩涡是顺时针啊、逆时针，还是没有固定？逆时针。包括那个冲马桶也一样哦，冲马桶也有漩涡嘛，顺还逆？你家冲咧十几档啊，你哪无注意到这个状况？放晒，看家己的晒老了。无咱另外有人甲我讲，看我安怎放啊？那个漩涡的方向由我便便的旋转方向来决定，那是这样子吗？放晒看。好，我刚刚没喝酒。让你观察，下回听你们心得报告。